天主教版本 versus 基督教版本，哪個更接近原文？嗱，我哋睇一啲幅圖畫啦，The Lord's Prayer 即係主禱文啦。咁第一句就係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i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嗱，呢啲係古文啊，啲幾百年前嘅由原文譯到英文咧係古文嚟嘅。咁而家讀咧就係好似唔似現代嘅語文啦。咁我問大家呢個係呢個版本係天主教版本，呢個係基督教版本啊？你可能唔知道，但係咧睇完呢條片你就知道啦。嗱，我哋睇下聖經點講，馬太福音第6章第9至到13節咧，嗱，耶穌教佢哋祈禱第一句咧就係我哋喺天上嘅父親啦，跟住3個願3個求，3個願第一個願咧就係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第二個願咧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個第3個願啦。咁3個求咧就係賜俾我哋今日嘅日用嘅飲食啦。第二個求咧係免我哋嘅債，即係饒恕我哋嘅罪啦。第3個求咧就救我哋脫離兇惡啦。跟住咧佢係仲有一句啊結尾嘅就係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咁咧B 呢度點講咧？佢話有古卷無因為至阿門等字。嗱，其實咧係最早嘅手抄本係冇呢度噶，冇咗因為國度權柄呢度噶。咁路加福音11章2至4節亦都係講到主禱文嘅，咁同上面差唔多，但係咧佢係少咗好多。第4節呢度 C 就講有古卷無末句啦，佢話不叫我們遇見試探啦。咁呢度有啲係至到呢度就完咗啦。咁咧佢就係冇咗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嘅。咁我哋睇下天主教嘅版本啦，睇下舊嘅版本就文言文嘅版本由利瑪竇徐光啟合譯。嗱，利瑪竇係500年前由意大利嚟中國嘅天主教傳教士啦。咁徐光佢係中國人啦，咁佢後尾成為天主教徒，咁佢兩個人合譯呢個主禱文。咁咧有中國人喺度咧，就會睇一睇啲文法啊，即係有冇錯啊，咁會比較好啲嘅。咁咧佢第一句咩？在天我等父者，我等願以名見聖，以國臨格，以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然。哇！呢啲係古代嘅，即係中文咧係而家讀唔係咁通順啊。嗱，你睇下最尾嗰句係咩咧？佢話係不我許陷於誘惑，乃救我於兇惡。跟住阿門，佢冇咗嗰句咩？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佢冇咗嗰度㗎。咁睇下而家比較新呢個版本咧，即係天主教版本，亦都係即係會係睇到係3個願3個求啦。咁樣係亦都係冇咗最尾嗰句咩？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咁咧白話文版本亦都係同詩歌版本差唔多嘅，佢係有啲字有少少字唔同啦，但係都係冇咗因為國度權柄嗰句嘅。咁而家睇下基督新教文言文嘅譯本係有一個西人係英國人嚟，叫楊格菲 John Griffith。呢個英國人咧，但係200年前譯嘅。咁咧佢第一句係我父在天，願以名聖，以國臨格，以旨得成，在地若天。嗱，呢個以國臨格咧係同上邊嗰個一樣嘅喎。徐光啟嗰個以國臨格，佢係咪抄佢，抑或係參考佢咁嚇？咁其他嗰啲咧就係佢係4個字嘅，就最尾嗰句咧，因國權榮加以所有世世無窮，阿孟即阿門啦。
咁咧佢啲全部都4個字咧，就係好似一首詩咁樣嘅。咁而家睇下新嘅版本啦，即係聖經和合本啦。咁係我們在天上的父，咁跟住3個圓3個球，然之後最尾嗰句咧就係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咁我哋翻返去最早嘅問題就係天主教版本同埋基督教版本係邊個比較接近原文咧？其實應該係天主教版本，因為佢係冇咗最尾嗰句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係。咁最早嘅手抄本係冇咗呢一句嘅，咁所以天主教個版本係比較接近原文嘅。